謝賢過身嘅消息最先係從內地傳出嚟嘅。當時謝霆鋒正在內地開演唱會，演出去到一半，佢突然收到電話，個樣明顯變咗，之後喺台上講咗幾句就離場。演唱會提前結束，觀眾唔知發生咩事，只見到謝霆鋒面色好差，走得好急。好快網上開始傳，話謝賢出事。消息一開始唔確定，有人話住院，有人話身體唔好，但冇人講到具體情況。謝霆鋒從內地直接飛返香港，航班資料俾人查到，機場都有記者蹲住，影到佢低住頭快步行出嚟，身邊跟住幾個人，冇接受任何採訪。第二日，香港本地幾間媒體開始出消息，話謝賢已經走咗。家屬冇第一時間發正式通告，係媒體自己挖出嚟嘅。消息傳開之後，成個香港娛樂圈都喺度傾呢件事。四哥喺圈入面幾十年，知嘅人太多，合作過嘅導演、演員、幕後工作人員都喺各自嘅渠道表達惋惜。但大家發現一個問題，謝家人一直冇正式對外講過啲乜，連個簡短嘅聲明都冇放出嚟。過咗2日，港媒開始出詳細報道，先係話謝賢過身嘅具體時間唔係消息公布嗰日，而係之前好幾日。佢係因為肺部發炎導致身體惡化，最後喺屋企走嘅。走嘅時候身邊有家人喺度，但具體邊個陪住，報道入面冇寫得好清楚，只話係至親。家屬之所以壓住消息冇即刻公布，係因為謝賢生前講過，唔想太張揚，唔想因為自己嘅事搞到動靜太大。家人商量之後，決定先將後事辦妥，再統一對外講。謝賢呢一世喺香港影視圈係標誌性嘅人物。佢後生嗰陣長得靚，身材高大，氣質好突出。出道冇幾耐就做咗黨工小生。嗰個年代香港電影電視都喺高速發展。佢趕上咗最好嘅時候，拍咗好多夫，攞過唔少獎。佢唔係嗰種淨係靠塊面食飯嘅人，演技都過得去，尤其擅長演一啲帶點痞氣但又有底線嘅角色。觀眾叫佢四哥，呢個稱呼從後生叫到老，冇變過。佢嘅感情生活一直係外界關注嘅重點。第一段婚姻係同甄珍，兩個人當時都係圈入面嘅人。一齊嘅時候好受關注，但婚姻冇維持幾耐就分開咗。分開嘅原因外界講法好多，有話性格唔合，有話聚少離多，但兩個人後來都冇公開講過對方唔好。甄珍後來去咗台灣，好少再返香港，但提起謝賢，佢都冇講過啲乜難聽嘅說話。第二段婚姻係同狄波拉。狄波拉當時都係好攻嘅女藝人，兩個人一齊之後結婚，生咗謝霆鋒同謝婷婷。嗰段時間謝賢嘅事業仲喺上升期，狄波拉都喺度拍夫，兩個人算係圈入面嘅金童玉女。但後來婚姻出咗問題，具體咩原因外人唔清楚，只知道兩個人最終離婚。離婚之後佢哋冇鬧翻，亦都冇喺媒體上面互相攻擊。該見面仲係會見面，仔女嘅事兩個人都一齊商量。呢種處理方式喺當時嘅香港娛樂圈並唔多見，好多人離婚之後老死不相往來，佢哋唔同。狄波拉後來嫁咗俾江耀成，江耀成係做航空業嘅，兩個人一齊好多年。謝賢同狄波拉離婚之後反而好似朋友咁，逢時過節會互相問候。仔女有咩事，兩個人都會一齊出面。謝霆鋒鬆細喺呢種環境入面長大，對父母嘅分開接受得好快。後來佢自己都經歷咗離婚，但佢同前妻張柏芝嘅關係處理得都唔差，呢個多少同佢父母嘅示範有關係。謝賢晚年嘅時候，身邊出現咗一個比佢細好多嘅女朋友，叫 Coco， 兩個人一齊12年。呢段關係喺香港好受關注，因為年齡差距太大，好多人唔睇好。
但謝賢自己唔介意，佢帶住 Coco 出席活動，一齊食飯行街，從來唔遮遮掩掩。Coco 都好少喺媒體面前講啲乜，就係安靜咁陪住佢。兩個人後來和平分手，分手之後 Coco 都冇講過謝賢一句唔好，逢時過節仲會發消息問候。呢段關係維持咗12年，喺謝賢嘅感情經歷入面算係好長嘅一段。謝賢過身嘅消息正式確認之後，同佢有過關係嘅幾個女性都有咗各自嘅反應。最先俾人注意到嘅係 Coco， 佢將自己社交平台嘅頭像換成咗準黑色。之前佢間中會發一啲同謝賢有關嘅內容，都係好平淡嘅日常，冇乜特別。換咗黑色頭像之後，佢乜都冇發，亦都冇接受任何採訪。知情嘅人話佢知道消息之後好難過，但佢一直係嗰種唔中意將情緒擺喺明面上嘅人，所以選擇用呢種安靜嘅方式表達。然後係張柏芝，佢冇公開發任何悼念嘅文字，但佢嘅社交賬號頭像都換成咗深色。張柏芝同謝賢嘅關係一直好，當年佢嫁俾謝霆鋒嘅時候，謝賢對佢好認可，公開場合讚過佢好多次。後來謝霆鋒同張柏芝離婚，好多人以為謝賢會企喺仔嗰邊，但佢冇。佢多次喺採訪入面話張柏芝一個人帶仔唔容易，叫大家多理解佢。佢仲喺遺囑入面將大部分資產留俾兩個孫，並且指定張柏芝代為管理呢筆錢，目的就係保證仔女以後嘅生活唔受影響。呢個安排俾媒體曝光之後，好多人覺得謝賢係真係信任張柏芝，亦都係真係錫個孫。最令人動容嘅係狄波拉。消息傳開後第3日，有記者喺中環影到佢同個女謝婷婷一齊出現。佢著住一身白色嘅衫，對眼明顯腫咗，一睇就知喊過好多次。記者上前問佢謝賢嘅後事點樣安排，佢話而家唔方便講。記者又問佢而家心情點，佢冇出聲，停咗一下，眼眶又弓咗，然後輕輕鞠咗個躬，喺謝婷婷嘅攙扶下行咗。成個過程好短，佢冇講任何多餘嘅說話，但嗰個表情邊個都睇得出嚟，佢好難過。狄波拉同謝賢分開20幾年啦，各自都有自己嘅家庭同生活，但兩個人畢竟一齊行過咗最重要嘅嗰啲年，一齊將兩個仔女養大，一齊經歷過事業嘅高峰同低谷。呢種關係唔係話斷就斷得嘅，就算唔係夫妻啦，嗰種長年累積落嚟嘅牽絆仲喺。佢喊唔係因為後悔，亦都唔係因為仲想點，就係單純咁難過。一個治咗幾十年嘅人突然冇咗，嗰種感覺邊個都頂唔順。港媒後來將謝賢火化嘅細節都 D 嚟，按照佢生前嘅交代，屋企冇搞啲乜大型追悼會，亦都冇通知圈內嘅朋友嚟送別，簡單嘅告別儀式喺屋企做嘅，到場嘅只有謝霆鋒、謝婷婷、狄波拉，仲有幾個至親。儀式結束之後，第2日朝早，家人就帶住遺體去咗粉嶺火葬場，用嘅係謝賢嘅本名，冇用啲乜藝名。火化流程行得好快，送過身到火化一共就幾日時間。呢個速度喺香港係比較少見嘅。一般有名氣嘅人過身，家屬多少會辦一場似樣嘅告別儀式，請啲朋友嚟送一送。但謝賢唔要呢啲，佢生嘅時候就同屋企人講過，身後事唔好搞太大，唔好煩人哋，唔好佔公共資源。佢話自己一世已經夠高調啦，走嘅時候安靜啲好。家人尊重佢嘅意思，一切從簡。火葬場嗰邊亦都冇對外透露任何資訊，當日嘅現場只有家屬喺度，冇媒體入去影到畫面。謝賢走嘅時候89歲，呢個年紀喺香港演藝圈算高齡，但佢身體一直唔算太差，之前間中仲能夠俾人影到出去飲茶食飯。肺部發炎呢件事嚟得比較突然，
一開始可能只係普通嘅感冒咳嗽，後嚟惡化得好快，家人送院之後冇控制到。具體嘅醫療細節家屬冇對外講，只話係身體機能衰退加埋感染，最後走得比較平靜。佢呢一世做事一直有自己嘅規矩，感情上唔糾纏，該一齊就一齊，該分開就分開，分開之後唔講對方壞話，該幫忙仲係幫忙。事業上佢堅持咗好耐，從後生演到老，中間有過低谷期，但佢冇徹底退出，一直到80幾歲仲間中客串出鏡。佢對錢睇得唔重，使得大方，但亦都唔係亂使。佢知幾時該慳幾時該使。佢對身邊嘅人都唔差，唔理係工作人員定係朋友，佢好少發脾氣，亦都好少喺背後講人。謝霆鋒處理父親後事嘅方式都好謝賢，佢冇喺社交平台發長篇大論，冇搞啲乜公開追悼，就係安靜靜將事情辦完。佢從內地趕返嚟之後，一直喺度處理各種手續，聯繫火葬場，安排屋企嘅事，同時仲要照顧2個仔。佢同張柏芝雖然離婚啦，但喺仔女嘅問題上一直配合得唔錯。今次謝賢將資產交俾張柏芝管理，亦都說明佢信任呢個安排。謝婷婷呢幾年比較低調，好少出現喺公眾視野入面，但今次佢全程陪住母親處理事情。佢同謝霆鋒嘅關係一直好。2個人喺父親呢件事上態度一致，都係先將事情辦好，其他以後再講。消息傳開之後，香港好多藝人都喺唔同場合提到謝賢。有人話佢係最後一代真正意義上嘅香港明星，嗰個年代嘅人做事有自己嘅章法，唔靠流量，唔靠炒作，就係靠作品同做人。有人話佢係圈入面少有嘅好前夫。好前夫嘅朋友，唔理同邊個分開都能維持基本嘅體面。呢啲評價唔係客氣說話，係自佢嘅人真心講嘅。佢留低嘅嘢唔多，錢大部分俾咗孫，屋企嘢家人分咗，冇乜爭議。佢真正留低嘅係一種態度，就係唔理生定係走，都唔好俾人哋添麻煩，都要將事情處理得乾乾淨淨。佢身邊嗰啲人，唔理係前妻、前女友、前抱，都仲記得佢嘅好，都係用自己嘅方式送佢。Coco 換咗黑頭像，張柏芝換咗深色頭像，狄波拉喺街頭公主眼，呢啲細節加埋一齊，就係佢呢一世嘅注腳。送佢過身到火化完成，前後唔超過1個禮拜，冇鋪天蓋地嘅報道，冇隆重嘅儀式。冇圈內大範圍嘅悼念活動，一切都按佢講嘅嚟，安靜靜、乾乾淨淨。佢活咗89年，最後走嘅方式同佢生嘅方式一樣，唔拖泥帶水，唔佔用人哋嘅時間同精力。呢個大概就係佢一世最堅持嘅嘢，到最後都冇變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